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逆林逆數，我會用數字經去幫大家解讀運勢、感情同事業。今日嘅主題係對方想同你講啲乜嘢呢？我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，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，只係作為你哋今次嘅能量指示。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組，然後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，你哋可以對照一下，睇下邊組最貼合你同佢之間嘅狀態同埋個人信息。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，唔一定可以對應到所有人，所以中1至2項就 OK 噶啦。分別係第一組4926，第二組735，第三組6137。細屋搬大屋，大屋搬細屋，野心大，唔中意食蛋白，唔中意食蛋黃，野蚊體質，過度準備錯失機會，傍晚時間，擇日，20+4減肥法，盂蘭節，禪修觀賞預兆，地中海飲食，耶穌受難節，塔克拉瑪干沙漠，摩洛哥，拉巴特，慕尼黑，法蘭克福，匈牙利布達佩斯，非洲，銅鑼灣時代廣場，銅鑼灣 Sogo， 北京大學，清華大學，5星級酒店，三國演義，尖沙咀海港城，論語，孟子，中庸，禮記，周易，詩經，剛健自強不息，鞋碼46號，事情接近尾聲收尾，周杰倫嘅歌迷，鞋碼35號，工作需要輪班，到緊時差，唔識得踩單車，龍鳳胎，冇打耳窿，合租，鞋碼39號，啱啱食咗好酸嘅嘢，屋企有2隻寵物，繼父或者繼母，祖輩仍然健在，生肖蛇，獨居，毅力，射手座，臘八節，16+8減肥法，惠州雙月灣，最近睇一場音樂劇，甜妹，喪偶，經常着牛仔褲，鼻敏感。第一組嘅朋友，有人減緊肥，又有結婚嘅能量，離婚嘅能量，獨居，有人有養毛孩子或者係有小朋友嘅，有人中意哲學，有人同伴侶有身高差，有人中意中國文學，有教養，高學歷，係某一個學科嘅學霸，有人野心大，人生起伏好多，有人對玄學有興趣，有人住喺港島區，有人好中意周圍去周圍行。第一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係風天小畜卦。小畜卦喺愛情方面呢，係解唔融洽，同埋有觀點嘅分歧，亦有可能你哋遭到你哋嘅長輩反對，或者係第三者插足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你係男性嘅話呢，得到呢個卦有爭風吃醋之態；如果女仔抽到呢個卦呢，代表住有自暴自棄、墮落之象。而假設你哋雙方嘅年齡差係唔夠3歲嘅話咧，你哋嘅婚戀關係會非常穩定。小畜卦又解密雲不雨，暗示住你哋之間有啲誤會、矛盾或者一啲齷齪，其實已經積存已久。跟住我哋睇下對方想同你講咩，你真係好靚，我俾你全部自由。同埋對嘅人錯嘅時間，就咁睇對方係對你有生理性喜歡，而且係覺得你係佢嘅理想型。我哋睇埋佢仲有啲咩想講。你哋應該係容祖兒嘅歌迷喎，你睇下我抽到2個都係容祖兒嘅，仲要係早有預謀。對方覺得你係海后，你俾唔到安全感佢，或者佢喺你身上攞唔到安全感，佢係一個比較自卑嘅人，或者係配得感比較低嘅人。你哋之中應該有人中意日本嘅動漫文化，你睇下見到一個動漫嘅夏目友人帳。你哋之間嘅感情係發生喺比較年少嘅時候，好明顯對方係覺得你拋棄咗佢，但係佢完全冇後悔過同你談呢一段感情，冇後悔過曾經同你一齊。有一方喺分手嘅時候特別痛苦，應該係對方，而且佢同你分咗手之後，將你記住喺心入面好多好多年。總結，大家可以聽下連詩雅嘅到此為止，首歌大概係咁樣唱嘅：還是記起無道理的對罵，是年紀小的不知，今天你能忘記，只得我懷念，多麼諷刺。以上就係第一組全部資訊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結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。我哋而家睇下一組。
品牌馬克雅可布、巴西利亞、里昂、馬賽、雲南、麗江古城、吉林長白山天池、福建廈門鼓浪嶼、西藏納木錯、澳大利亞、南非普利托利亞、西班牙馬德里、三項鐵人、茶餐廳、Coy、加拿大股票交易所或者賭場、金口訣、加拿大渥太華、偶遇朋友、一夜爆紅、異性緣唔錯、多夢、博士生、白月光、好眼瞓、800個心眼、人生多起伏、水瓶座、計劃去旅行、簽證到期、感性、啱啱展開新項目、外面打雷有閃電、剛健自強不息、甲狀腺失調、冇食晚餐嘅習慣、INTJ 有偶像包袱、搽緊 hand cream、獅子座、ENFP 結束解脫、外面有人鬧交、返工需要着制服、需要戒口、五官立體或者深邃，對面有一對情侶，摩羯座，體脂16% 至20%，舊同學，大眾性事，跨境工作，情緒穩定，備胎或者舔狗，復位，血型 O 加，瑜伽老師，寵物係昆蟲類，有腹肌 H 型身材，平等咁睇唔上所有人。第二組嘅朋友，有人好熱愛運動，有人喺海外居住或者留學嘅經歷，有人心眼好多，有人說到做到，好自我，有人從事金融行業，有人工作要周圍走，有人好自律，要求好高，有人有一兩個好長期嘅嗜好，有人情緒好穩定，有人係濃顏系，有人好愛面子，有人有偶像包袱，有魄力，有人效率好高，而且個人好自信，有人心入面住住一個白月光。第二組嘅朋友，你哋抽到嘅牌係天風後卦。天風後卦喺愛情方面係解互不滿意，而且感情複雜，用情不專，有第三者出現啊。佢暗示住感情或者係婚姻啦，表現都係多有阻撓，就算成事啊，成件事都係不吉利嘅。特別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你係男性，你得到呢個卦係講緊你要小心被女色誘惑，事業上有好大機會遇到女貴人或者女老闆，你會發覺你身上發生好多事都係同女人有好大關係嘅，咁你自己要斟酌同留意咯，自己小心。對方想同你講嘅係，你他媽的給我滾，後會無期。連張合照都冇啊！唔知點解咧？呢一組俾我感覺係對方係一個女性，即係話揀呢一組嘅應該係男性居多，或者對方係男性，但係佢擁有女性嗰種柔順，似乎你哋嘅分手係一個破裂式咁分手。佢個心態就係合格嘅前任就好似死咗一樣。睇緊視頻嘅你身邊應該有好多追求你嘅人啊！而且呢一組俾我嘅感覺係你哋好飄忽啊！對方覺得你哋唔知乜嘢叫做愛，或者佢覺得你哋唔識得點樣去愛人。理性啲咁講就係對方認為你唔識得建立同埋維持親密關係。佢想話俾你聽呢四段嘢咧，全部都係教你如何愛。喜歡是想靠近，但愛是離不開。真正值得嘅愛係唔需要你去爭取，而係自然咁流向你。當一個人讓你反覆猜測，始終有離，佢嘅行動早已說明了一切。真正嘅自由係揾到嗰根願意給予鬆弛，卻始終穩穩牽引嘅風箏線，讓你喺風入面翱翔，卻不被風帶走。總結，對方似乎係嚟道理嘅，佢同你一齊過之後，最後想同你講嘅嘢就係希望你可以學識如何愛人。以上係第二組全部資訊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！我哋而家睇下一組，特別鍾意黑色。二把手，住喺20樓以上，脾氣大 ，MNO， 研究生，買咗新嘅床上用品 ，STU， 另一半係 E 人，身高1.7米或以上，轉行業，訂婚，全屋訂製，
住喺40樓以上，啱啱入手新嘅電子產品，心情沮喪，有曖昧嘅對象，飲緊酒，眼界闊，格局大，鍾意薯片，被裁員，素食者，曾經做過大型手術，有宗教信仰，初生或者胎兒，蜜蠟，海洋公園，年初三，火車，河南，內蒙古，裝修工業風，茶精，龜卜，意大利羅馬，香港，夏目友人帳，數碼暴龍，近視，本命年，陰虛，冇背，體脂26至30%，迷信，身高1米9或以上，生肖虎，避孕，龍樹菩薩聖誕，準提菩薩聖誕，名偵探柯南，品牌味道，蘇黎世，西班牙，鬼太郎，東京喰種，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，租約到期，雲南，吉林，遼國永珍。第三組嘅朋友，有人係微胖或者小胖，有人身材好高大，有人好鍾意出街，有人好有主見，有人屋企做生意，有人有宗教信仰，同宗教有緣分，有人會有食素嘅習慣，例如初一十五有齋期，有人工作能力好強，有人做事效率好高，有人喺呢幾年發生咗好多嘅變動同埋大事，有人同母親嘅關係比較親密，有人鍾意日本二次元文化，有人好鍾意研究鬼怪、神話、偵探、破案呢啲元素嘅書或者係視頻。呢一組有女性單身咗好耐。第三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澤天蠍卦，呢個卦暗示住決裂之象，夕陽雖好卻近黃昏，多為男性摒棄女性之象啊。蠍卦講嘅係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，男女方都需要慎防色情之事。呢個卦亦都暗示住婚姻會有被破壞之象。睇下對方想講咩？給我個台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主動對於我來說好難，感覺對方係一個愛情小白，或者談得唔多戀愛，又或者佢係一個情商唔係太高嘅人，比較理性。直男或者直女，對方喺呢段關係入面係處於下位，或者佢鍾意你多過你鍾意佢，或者係一個好面子嘅 I 人。我哋嚟睇下對方想同你講啲咩？呢一組俾我感覺係有人喺呢段關係入面曾經分過心，一時嘅分心唔代表住出軌啊。佢嘅分心似乎係覺得你哋有啲嘢唔適合。跟住又嘗試將目光放喺其他人身上，呢一組似乎都係有容祖兒嘅歌迷，而且呢一組嘅朋友仔睇嘢都幾通透。呢一組有2張牌係來自於第三者嘅視覺，包括係你們某些地方不太合適，但他偏想勉強，同埋容祖兒嘅悲觀生物學，人人生來沒伴侶，非一對。沿途遇上同類，都只不過這段歲月同睡。呢一組俾我感覺係對方都幾偏執、幾固執。呢一組嘅能量有啲亂嘅，但我講重點啦。佢想同你講嘅係勉強都會有幸福，而外界嘅 energy 想講嘅係你哋某啲地方係唔係好適合嘅，同埋人生之中肯定會遇到一啲過客。唔需要太在乎啊！以上係第三組全部資訊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結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、關注、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